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张咱新闻讲到，外国上新的研究发现，讲狗仔吹狗犁和狗仔品种有关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吹、吃、话、吹狗犁吹，读做第一条。读吹这是读鼻音，吹的意思就是气流伫咧空间震动，像讲风咧吹。另外用小风或者是冷风，互头毛的水汽下互大，咱讲是吹头毛。古早有一款的分管，咱讲是分吹、烟吹；嘛有一款同做的水烟笛啊、水烟管，咱讲是水分吹。有一本囡仔故事册就叫做《水分吹》。另外，古早用竹啊，或者是茶几、报纸假做的铁佗米，利用风力会当牵钓鱼仔线飞入半空中，咱讲是放风吹。这个文音读做吹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吹狗犁，意思是狗仔伫咧哀的声。古早认为讲狗仔是看到歹物啊，才会安尼叫。也毋过外国上新的研究发现讲，愈古早血统的狗仔和野狼女娲安尼吹狗犁几率就会愈悬。第二个词读做风吹链，意思就是风车，或者是亲像风车、电风这款的铁佗米。有人讲是风吹链啊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风吹链伫在地已经有真久的历史，最近常常有狗仔伫咧附近吹狗犁，在地民众感觉足凄惨，想讲敢是狗仔看到歹物啊，感觉碍摇碍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吹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吹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